屏东万丹甲高雄美浓是全台湾种红豆仔种上济山区。今年因为气候关系，10月果落雨，地处这红豆仔较细丛，毋若无开花，豆叶也较少，也佫有虫害。预估今年红豆仔产量会减60%。农业部今仔日也去到美浓会勘，答应会用天然灾害救助来补助农民。一大片红豆田，农民将叶仔变过来，拢无开花，豆叶嘛计较少。原本红豆田应该要生到人的脚头虎遮尔悬，就会当收成。今年美浓农民伫10月将红豆种落，因为气候反常，10月有落雨，温度嘛无降，致使红豆开花少，无法度大种。农民怨叹种愈济赔愈济，今年红豆灾情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年。今年的话是从开始种植到现在的话是最惨的一年。那时候40块的话，还有12000到15000的价钱啊，那今年等于说零啊，等于说我们亏掉成本的话，种植的成本大概要1万块。高雄红豆的产区是美浓甲大寮，今年种植面积大约1000公顷，因为气候影响，面积减少300多公顷，损失大约是3到4成。采是农业部部长甲相关单位到美浓来会勘，是在了解红豆状况，嘛提出相关补助办法，1公顷补助28000。看起来整个红豆的受损，最主要是以根系为主所造成的生育的不良。那生育不良就会影响到它的开花跟结荚的部分。我们从我们的田间的观测这次的蓟麻它有一个瞬间的一个高峰期，那这个瞬间的高峰期其实都跟天候是有关系的。其实，唔拿美浓的红豆，屏东万丹是红豆上大产区，今年嘛出现同款问题，加上有虫害，才会出现今年收无红豆状况。估计全台产量减60%，美浓农民只好重新来产，等待明年继续进行一期调作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